追寻梦想的力量，跨越困境，勇敢前行。引言：激励与勇气的力量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境。有时我们会感到迷茫、焦虑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走出眼前的困境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激励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。它不仅是驱动我们前行的动力源泉，更是突破瓶颈、超越自我的关键。励志这个词常常出现在我们耳边，特别是在我们处于低谷时。然而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励志？励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它是一种信念、一种力量、一种在困境面前依然能够昂首前行的勇气。在本文中，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激励自己，克服人生中的种种障碍，实现心中的梦想。无论你现在正面临何种困境，记住，每一次的低谷都是下一次飞跃的起点。第一部分：励志的源泉，自我意识的觉醒。自我意识的培养，认识自己，激发行动力。自我意识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认知和了解。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中，然而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潜力。大多数人往往只是根据外界的标准来评价自己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愿望。要走向成功，首要的任务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谁，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从中找到自己的动力源泉。自我意识的觉醒并非一蹴而就，它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探索的过程。一个有意识的人会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静心思考、冥想、阅读和他人交流等方式，不断提高自己的自我认知。他们会更清楚自己擅长什么，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，自己心中真正渴望的目标是什么。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时，激励自我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加具体而明确。如果我们仅仅是在盲目地追求别人设定的目标，那种外部动机很难持久。但如果我们设定的是与自己内心渴望相符的目标，那么动力就会源源不断。情感与理性的平衡，当情绪成了障碍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情绪的影响。有时，悲伤、愤怒、焦虑等负面情绪会让我们迷失自我，甚至停滞不前。在面对困境时，我们往往会感到沮丧，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前进。此时，情感和理性的平衡变得尤为重要。理性让我们能够从困境中看到希望，帮助我们清晰地识别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，而情感则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源泉。正确的做法是不压抑情绪，也不让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要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共处，承认它们的存在，但不能让它们成为行动的障碍。例如，当我们面对失败时，可能会感到极大的失落和痛苦。这时候，可以暂时允许自己感受情绪，但不要让这种情绪控制了你的理性。给自己一点时间平复情绪后，站在理性的角度重新审视问题，思考接下来的行动。情感的波动是暂时的，但通过理性的思考，我们可以为自己指引前行的方向。直面恐惧与不安，迈出第一步。恐惧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情绪之一。无论是面对人生的重大决策，还是每天生活中的小挑战，恐惧总是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的内心。然而，恐惧往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实际威胁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障碍，阻碍了我们行动的步伐。面对恐惧，第一步是承认它的存在。不要逃避恐惧，而是要正视它，并理解恐惧背后的原因。有时，我们害怕的是失败的后果，或是担心自己不够好。然而，正如一句话所说，最大的恐惧往往是我们想象中的，而不是实际的情况。迈出第一步是克服恐惧的关键。很多时候，
我们的恐惧来源于对未知的担忧，害怕失败，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。然而，一旦我们突破了第一道心理防线，恐惧往往就会消失。试想，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原地，不敢迈出那一步，你将永远无法知道跨越恐惧后的世界有多么广阔。第二部分，逆境中的力量，如何应对失败与挫折。失败是成功的铺路石，在任何成功的背后，都有一段艰难的历程。莫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到达目标，失败和挫折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经历。真正的挑战是我们如何面对失败，如何从失败中吸取经验，并继续前行。我们常常听到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说法，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一个关于成长的重要哲理。失败是人生的试金石，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反思自己的不足，并且为下一次的成功积累宝贵的经验。回顾许多名人的成长历程，我们会发现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就，正是因为他们不畏失败，不屈不挠。例如，乔布斯在创业初期经历了被迫辞职、公司破产等多次失败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，最终创造了改变世界的苹果公司。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包括爱迪生、霍金等，他们都在不断的失败中找到了前进的力量。心理韧性，从挑战中汲取成长的力量。心理韧性是指人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，能够保持冷静、积极应对，并最终从困境中恢复过来的能力。心理韧性并不是天生具备的，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和培养来增强的。提高心理韧性，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遇到挫折时，不应过度反应，而是要冷静下来，分析事情的真相。其次，要学会在压力中寻找机会。很多时候，困难和挑战中隐含住成长的契机，只要我们能够调整心态，主动寻找解决办法，就能从困境中获得成长。心理学家曾指出，具有强大心理韧性的人，往往能够看到问题的积极面。例如，当面临一项重大挑战时，心理韧性强的人往往不会急于否定自己，而是会先考虑如何调整策略，突破困难。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每一次挫败中汲取力量，把它作为通向成功的阶梯。第三部分，设定目标与规划人生的路径。SMART 目标法则，清晰且可实现的目标设定。无论是在职场、学业还是个人生活中，目标设定始终是我们迈向成功的重要步骤。但光有目标是远远不够的，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标准和指引，才能确保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SMART 目标法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个人成长和项目管理的目标设定法则。SMART 是5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，分别代表 S specific 具体性、M measurable 可衡量性、A achievable 可实现性、R relevant 相关性、T time bound 实现性。这5个要素帮助我们确保目标不仅清晰，而且可以实际达成。具体性 specific 目标需要清晰且明确，避免模糊不清。例如，我要更健康是一个模糊的目标，而我要每天跑步30分钟则更为具体。可衡量性 measurable 目标应该能够衡量进展或完成度。如果目标没有衡量标准，我们就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接近目标，或者是否成功达成。可实现性 achievable 目标应该是可实现的，既不能过于轻松，也不应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。设定一个既有挑战性又可行的目标，能激励我们不断向前。相关性 relevant 目标必须与你的人生价值和当前的情况相关。设定一个不符合你兴趣或生活状况的目标，最终会导致失望和动力丧失。实现性
time-bound 目标需要设定时间框架，以便明确完成时间。设定一个具体的截止日期，有助于激励自己集中精力并付诸行动。例如，如果你的目标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，按照 SMART 法则，你可以设定如下目标：在未来6个月内，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，计划通过托福考试并达到85分。这样的目标不仅具体、可衡量，还有明确的时间限制，且与个人需求相关，具有可实现性。长短期目标的平衡，步步为营，逐梦前行。一个人追求的目标可以是宏大的，比如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建立自己的事业或写一本畅销书。然而，如果你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远大的梦想中，却忽视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，最终会感到迷茫和无助。因此，平衡长短期目标的设定尤为重要。长期目标是我们心中最远的梦想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它可能看似遥不可及，但它能够激励我们不放弃，始终朝住那个目标前进。而短期目标则是支撑我们逐步实现长期目标的一个个小步骤，它们往往具体、可操作，并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。例如，如果你长期目标是成为一名作家，那么短期目标可以是每天写2000字，或者完成每个月1篇文章。通过这些短期目标的实现，你会感到不断的进步和成功，激励自己继续向前。长期目标的设定帮助我们保持清晰的方向，而短期目标的实现则给予我们及时的成就感和动力，帮助我们克服过程中的困难。目标实现的动力，保持动力，避免迷失方向。保持动力是实现任何目标的关键。尤其在追求长期目标时，我们往往会面临挫折、倦怠和失望。此时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，持续地保持热情，避免在追梦的过程中迷失方向。有几个技巧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动力：设定奖励机制，在实现一个小目标后，给自己一些奖励。例如，完成了本周的写作目标后，可以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或吃一顿美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目标的达成变得更有吸引力。自我鼓励与正能量，经常对自己说积极的语言，提醒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。例如，每当遇到困难时，心里默念我做得到，或者每一次的努力都是进步。设定社交支持，找到一个支持系统，可以是朋友、家人或同事。和别人分享你的目标和进展，能够增加责任感和动力。而且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也能帮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可视化成功，想象自己完成目标后的场景，无论是站在领奖台上，站在自己开设的公司门前，还是看到自己的书籍在书店上架。这种可视化的成功场景能帮助你保持动力，提醒自己为何要继续努力。结语：成就梦想，永不放弃。每个人的梦想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追求梦想的过程也充满了挑战和困难。然而，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，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勇敢地面对逆境，找到内心的力量，就能够跨越一切障碍，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成功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过程。正如这句名言所说，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，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无论当前面临多么艰难的局面，只要我们永不放弃，梦想终将在某个时刻成为现实。前方的路虽然充满挑战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去超越自己，成就非凡的人生。让我们带住信念、勇气和行动力，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，成就更加辉煌的明天。